新竹空军基地今仔早起发生火灾，怀疑是外包厂商设有地抽油机歹气导火才爆炸，一个工人吊伤送病院。菲律宾有学校被抢案，两个未成年讲防霸凌要报复，夜青店校园扫射，有3个同学防弹死，至少20人吊伤。阿根廷梅西伫世界杯生涯踢入18球，正式超过德国名将克洛泽，成做世界杯的进球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新竹空军基地今仔早起发生火灾，廖庆波表示讲，第3地支部新竹油料分库外包厂商伫咧洗油地可能是施工的过程当中抽油机歹气来导火，才会发生爆炸，造成一个工人吊伤送病院，是无性命的危险。野火差不多伫咧早起11点来拍花，驻防空军基地的反伤2000战机是无受到影响，正常来执行任务。也廖庆波表示讲，军方的设施是无受损，会交警消来调查事故的头尾。乌烟一直冲出来，徛伫咧营区外口拢看甲真清楚，而且佫闻到臭味。新竹市消防局23接到报案，讲新竹空军基地内面发生二级火警，赶紧派人支援。军方带消防车、救护车对营区边的门入去，确定现场无人掉伫咧内底，也毋过有人受伤。4个人送去台大病新竹分院，消防人员赶紧牵水线拍火，早起要晚11点已经把火拍花。我们第一时间就觉得好像应该什么爆炸而已，有动一声就对了，很大声。我昨仔先报迄个119啊，我叫伊先报119，转来才知影讲我是困在内底，我当作是遮民房的。较早这是一个油库无毋对啦，因为住遮住50几年、50-60年哦，这拢是油库啊。当地人讲，迄当阵有听到空军基地有正大声的声音，好佳在火正紧就控制，搁拍花。因若导火原因，陆军后勤指挥部讲，第3地支部新竹油料分库负责油槽管理维护，请外包厂商清洗油池，敢若是抽油机各种导火，导火所在伫咧油槽外口引起爆炸，一个工人受伤送病院，无性命危险。因若驻防伫空军基地反伤2000战机无受影响，战备任务正常。陆军部讲，军方的设施无损害，代志发生的原因交予警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立陶宛最近的中新组合执政联盟换总理，也外界的关注讲新政府敢是要甲中国来改善关系，就是有风声讲因同意中国重新来设立临时代办处，也时间阁正拄好。拄好，立陶宛是推动对台湾经济合作这个行动计划来宣告暂停。咱外交部表示讲计划会先暂停，是因为立陶宛的政府伫咧改组，强调咱台湾甲立陶宛伫咧合作袂受到第三方来影响。欧洲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2011年同意咱国伫首都设立以台湾号名的代表处了后，引起中国的不满，甲双边的外交层级讲做是代办。不过最近立陶宛甲中国的关系哪像有变化？有风声讲立陶宛要同意中国重新设立临时代办处。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中国外交部并无直接证实相关的安排，敢若强调要求立陶宛遵守一中的原则，因为立陶宛政府当咧中组执政联盟换总理，外界关注新政府敢是有想要甲中国改善关系。拄好立陶宛这边推动对台湾经济合作的行动计划，这个时阵嘛宣告暂时打动。针对这点，咱国外交部表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立陶宛政府改组，强调台湾甲立陶宛合作未受第三方的影响。台湾和立陶宛是基于民主、人权还有法治的这个共享价值而成为紧密的合作伙伴。那双方互设代表机构以来，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各领域交流日益频繁，双方的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来看台湾甲立陶宛这几年经贸的互动，台湾对立陶宛一直拢是贸易顺差，双边贸易的总额伫咧2021年达到1亿7500万的美金，创下高点了后，一直拢真稳定。咱国这边主要是外销半导体、电子零件甲资通讯产品去立陶宛，而且咱嘛甲立陶宛买雷射、光学、升级医疗等等的设备。它
国内的政党轮替哈，那可能就会对他们的外交的一个态度哈造成影响。目前呢我想这其实只是一个妥协啦，我们还要看接下来的一个发展。学者分析，立陶宛部分的政治人物主张甲台湾深化交流的时阵，嘛应该恢复甲中国的经贸，也有外交关系。不过现此时，欧盟对中国是采取强化贸易防卫。在这个立场之下，无认为台湾甲立陶宛的关系会有改变。记者综合报道。菲律宾有学校逼请案，2个未成年夜青点校园宿舍西东二凤单市，至少20人来受伤。这2个未成年是甲警方讲，因伫学校被霸凌，才会开枪报复。Hello, sir. Good morning. 为现场看到民众所翕的画面，会当知影案发了后，大店学生囡仔甲教职员惊吓逃出学校，受重伤的女学生，互民众扛起哩自用小卡车送去病院急救。这是伫菲律宾中部雷伊泰省的大城塔克洛班，有1500外学生囡仔读册的国立圣荷西中学，传出2个学生囡仔牙青对同学扫射，造成3个同学死亡，另外至少20人受伤。警方事后伫现场四周围找到至少40个枪支卡。We have taken custody of the 2 CICL suspects, an alias Rod, 15 years old, also a student of the same school, and alias Nash, 14 years old, also of the same school. 2个未成年嫌犯甲警方讲，因伫学校去互人霸凌，毋知起一个野枪去学校开枪报复。警方初步调查显示，2个人拢无犯罪记录。犯人用的2支底枪，其中1支是嫌犯做警察的阿姨的。这个女警目前暂时互人调离职务，并接受内部的调查。根据菲律宾有关未成年刑事犯罪法律，14岁嫌犯除了强制交由社会局辅导管束，无任何刑责，嘛未留前科。若是15岁达到限制的嫌犯，若是经判定有辨认能力，都会面临刑事起诉。同款惊吓的枪击现场，原来出现伫20多年来治安良好的加拿大蒙特罗，外面会当看到大阵野枪的远景，挖进这栋大楼的门口，准备进入搜查嫌犯。Everything started around 11:35, and then went on, and there's an exchange fire on the level of the streets. We really neutralized the right person, the suspect. 加拿大媒体报道指出，互人拍死的嫌犯是单独犯案，作案进程捌散发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意图。除了3个死者，另外还有1个远景甲1个百姓受伤。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看到法国的巴黎高温是超过40度，创下历来6月上热的纪录，也遮尔热是已经造成18个人死亡，其中有2个囡仔，互发现讲伫咧车内昏去送病院急救嘛是救无转来。也法国的气象局已经甲高温红色警戒这个范围扩大到法国1半以上的省份，影响大约3900万人，也全国有超过1350间学校来停课。巴黎气温日来到44度，当地居民甲游客赶紧比较较凉的所在，也是有冷气的博物馆来避热。法国的上高温已经破40度，部分地区暗时的温度嘛达到24.2度，已经创下6月历史新高。法国气象局预测，这款的天气会继续到2月，嘛因为强烈热影影响欧洲大部分的地区，法国已经有18个人死亡，包括2个幼囡仔，这2个敢若2岁甲4岁的儿童，互人发现分别伫家己厝内的车内，其中1个心脏向定去急救了后，也是宣告死亡。警方初步判断，热影真有可能是致死因死亡的主要原因。Pour nous, ça change. Globalement, on a, si vous voulez, 2000 appels par jour en moyenne sur l'année lycée. On a généralement une petite augmentation qui commence à se sentir, qui est perceptible au-delà du 3e jour, je dirais, de l'installation des fortes chaleurs. 法国气象局已经将高温红色警戒的范围扩大到法国1半以上的地区，影响大约3900万人，全国超过1350间学校因为极端高温来停课。除了学校停课，户外活动嘛拢全面取消，阁有真侪上班族，互人要求伫咧厝上班。当局是发布健康警报，保护侪伙人继续食族群。Et après, je coupe le ventilateur à cause de l'électricité, c'est très cher. Je ne permets pas pour geler le ventilateur comme ça tout le temps. Hier soir, je n'ai pas dormi bien, je me réveille toute la nuit à cause de la chaleur.
欧洲中期的天气预报中心的资深科学家艾莫顿，日记发表甲天气有关的上新研究。伊讲，甲1970年代比拼，全世界暴露伫危险热压力的人数正在快速增加。全世界大约有10亿个人口，每当至少会经历一天极端热压力的考验。法新社报道，热压力是指气温飙升、湿度甲其他因素致使体温一直压升。若体温调节中枢因为高温累积来失常，会引起多种器官的衰竭，甚至死亡。公司新闻心乐培编译。美国甲伊朗伫瑞士进行第一轮的会谈。美国的副总统范斯表示讲伊朗有同意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查核人员来进驻。相关的谈判会阁继续。不过 BBC 是报道讲，伊朗的外交部否认这件代志，讲无答应接受核武检查。We laid a very good foundation for a successful final deal. The final deal is the house. We set the foundation. We haven't built the house, but we've laid a successful foundation. 美伊双方签署结束战争的14点备忘录，设定未来60天要来做谈判。伫咧巴基斯坦也个卡达伫中咧吹桥。美国副总统范斯也个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伫咧瑞士的度假胜地布尔根斯托克做36点钟的初步会议。会谈结束了后，范斯对外宣布，伊朗已经答应予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核查人员入去内底。The Iranians have agreed to invite IAEA inspectors back into their country. 会议结束了后，随坐空军2号登去美国的副总统范斯，伫咧上飞轮机进前，甲记者讲 ，IAEA 核查人员上紧伫咧这礼拜就会登去伊朗。更较侪技术性嘅细节会按利起果，同款坐飞轮机登去伊朗嘅首席代表卡里巴夫嘛真欢喜讲，会议佫讲到一条120亿伊朗资金改动嘅协议。另外，伊嘛讲，虽然荷堡海峡已经开放啊，总是者永远袂登去战争进程嘅状况。当时，川普伫北京甲伊朗警告，若是因做袂到，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另外，拜以美国财政部发布60天的制裁免除令，允准伊朗的原油也个石化产品伫咧8月21进前会使用美金来交易，甚至直接出口到美国。针对伊朗解除资产这件代志，其实美国政府有另外一款暗算。Money that's being unfrozen is going to be used to buy food, and the food's going to be bought exclusively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from our farmers. 对这件代志，伊朗央行总裁讲，德欧兰并无义务甲美国买农产品。那 BBC 嘛报道，伊朗的外交部否认 IAEA 核查人员会重新登去到伊朗。那么针对美伊战争的细节，美国嘛开始甲台湾各国来做沟通。国务卿罗比欧上紧伫这礼拜会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科威特也个巴林出访，这嘛是2月2日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罗比欧头一届出访台湾。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世界杯卡球赛 J 组 B 第2轮，阿根廷对奥地利两队的积分拢是3分，要来拼小组第1。阿根廷的队长梅西虽然伫咧开赛错失一粒12码罚球，不过顶半场伊是把握机会，踏入伊伫世界杯生涯的第17球，正式超过德国的名将克洛泽，成做历史的第1人。也比赛尾声，梅西是踏入第2球来带领阿根廷以2-0赢奥地利，提早锁定晋级的门票。好，梅西因若带领阿根廷拼入去世界杯32强，更加是改写世界杯历史进球的纪录。梅西伫咧世界杯生涯踏入18球，正式超过德国的名将克洛泽，成做世界杯进球王。也现役有参加这届世界杯的卡球员，摆伫咧梅西后壁的，就是法国队长姆巴佩。今日对伊拉克，伊踏入2球。姆巴佩伫咧世界杯生涯进16球，平均是一场就踏入去1球。第3是英格兰的凯恩进10球，刷落是巴西的内马尔甲葡萄牙的 C 罗以8球来并列。也今年到底是谁会来夺下金靴奖？阿根廷的梅西目前是上届有赢面，伊伫咧第1战得点无戏法摕3分，也到即马是已经累积5球上届多。法国的姆巴佩伊是顶一届金靴奖的得主，也即届伊有眼强势。第1战就踢2球入去，即马是累积4球，夹伫咧梅西的后壁，也累积4球的，佮有挪威的哈兰德，伊是第1摆来踢世界杯，就帮助挪威拼入去32强。英国首相施凯尔宣布请辞，也说来谁会来接伊的位。目前经曼彻斯特的市长伯南伊的声势上届悬，差不多会当确定讲就是伊。
不过反对党是坦率要求国会要提早来改选，就是希望会当引导工党摕到基本权。 So help me God。斯凯尔清洗迄天下晡，伫国会议员补选选赢的前曼彻斯特市长伯南，伫西敏市宣誓就职，随宣布要选党主席，将做上届热门的人选。本来嘛有意竞选主席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真紧表达支持，代表伯南无竞争对手，差不多确定正做新科工党的主席甲英国首相。现年56岁的伯南，伫曼彻斯特市长期间，打造乐观行动派也甲土地的形象。 得到北方之王的称呼，支持者认为伊会当互工党起死回生，对抗极右派的气势。不过，地缘政治甲经济挑战也是真大。右派民意的英国改革党主席法拉吉讲，斯凯尔施政失败，无论向做下一任首相，拢无有够的民主授权，呼吁解散国会，提早大选。6 prime ministers in 7 years. That's destabilising. I think the great British public deserve to give their opinion. 面对斯凯尔请辞，欧洲联邦领袖第一时间予伊温暖的告别甲祝福。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批评斯凯尔一点也都无亲像英国的政治家丘吉尔，批评伊伫伊朗战争的时阵拒绝全力支援美军，佮批评伊建在北海油田无开采、插满风电机的能源等政策正失败。He's got 2 problems: energy and immigration. And crime. He's really hurt himself very, very badly. 英国政坛走尾灯继续走，不过当年加10号首相府内还佫有一个元老，伊就是首席掠鸟器的鸟领赖瑞。日迄天，媒体聚集伫个官邸前等待斯凯尔离任宣誓。赖瑞也是伫个厝门口伫散步，看过6任处主来去的伊，特别迎接第7个英国首相，丰富的政坛资历各加一笔。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 英国脱离后边这个公投是已经满10天，根据民调显示，即马有6成认为离开后边是错误的决定。都有民众上街头要求政府要英国重新加入后边。This means that the UK has voted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1万年已经过10天啊！这场民意的展现影响真深，到今也真侪事尾。英国 YouGov 民调指出，即马有6成民众认为离开欧盟是错误的决定。在公投满10周年进程，数百名民众20行上街头，举欧盟的旗仔，对脱离欧盟为英国带来的困境表达不满。因的诉求就是重返欧盟。It has been dreadful for the country. Many of us knew at the time that it would be, and should never have come to pass. The only place for the UK to be is to get back to Europe. 迄年脱欧派主张离开欧盟会当互法规透放，为企业减较济的税。老欧派是认为会造成大量的失业。后来事实证明，双方的假设拢只是部分正确。不过经济学家大部分认为，脱离欧盟确实互英国的经济规模缩小 ，GDP 的成长率嘛比欧盟较歹。The UK economy is clearly weaker. And smaller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in the absence of Brexit. There's a lot of debate about how big that impact it is, but it is certainly several percent of GDP, several percent of our national output. 脱离欧盟对英国政坛的影响就较复杂。为了完成脱欧协议的谈判，英国小连线换君为首相。不过后来英国执政团队陷入危机，互人逼宫，阁有 BBC 一个恶性循环，以及极右派声音出现，嘛互人认为是开脱欧的先例。不过真侪问题可能原本就存在，脱欧只是互问题现形。 Some of the phenomena that we observe in the UK, like the rise of the far-right, racist and xenophobic parties, is also very much true elsewhere in Europe. So you really can't blame it on Brexit. But I think Brexit has clearly aggravated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the UK. 英国是头一个，嘛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主动要求离开欧盟的国家。这项决定的影响是正面也是负面，可能阁需要更较长的时间的观察。后续应该阁会生真侪事尾。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 台语音乐创作新人 CJ 贾金庸做第1张专辑，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台语歌王、最佳台语专辑甲年度专辑，拢总4项大奖。
歌声唱出人伫异乡打拼的孤单，想要讲出来，搁惊厝内人烦恼。音乐创作者 CJ 的这首歌《唔甘》就收伫咧伊的台语专辑《我说》内底。CJ 自细汉就兴古典音乐，学弹钢琴。17岁出国读册，也做过助理教授。到2004年才回来台湾。伊讲家己其实无啥会晓讲台语，自从开始做台语歌，才知影台语有真侪声调甲发音的美感，定拢是靠妈妈指导甲家己查字典。发音啊，还是迄共鸣的方式都无共款。台语有伊家己的旋律线条，伊甲古典乐合作伙的时阵，唔知安怎就合袂。CJ 讲家己的梦想其实是要做钢琴家，所以24岁的时手受伤，当伊感觉绝望，所以音乐发现唱歌的趣味，互伊想要转读。爸母当开始虽然无谅解，伊也是想要试看卖，所以等来台湾世界驻唱参加唱歌比赛。CJ 的头一张专辑在今年金曲奖就入围最佳新人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等等，拢总4项。不过伊的爸爸因为破病，无等到这个好消息就转去啊。我妈妈是甲我讲。可能即届有即个成绩是阮爸爸伫咧帮助嘛，无一定安尼。CJ 表示，虽然家己的台语底无深，不过学音乐这侪年，嘛伫外国接触过真侪无同款的音乐，所以在台语专辑内底，伊嘛结合 Jazz、R&B 和乡村音乐等等多元的曲风。伊认为做台语歌充满挑战，伊也会继续创作大家毋捌听过的风格。记者卢尚如、林秀凯、张君和台北新闻报道。感谢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